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食過藥㗎，但係你係咪真係識得點樣正確服用藥物呢？今次等我準備一啲用藥嘅問題考下我哋嘅街坊，睇下佢哋識唔識得答先。我想問下，你覺得特效藥係咪比一般嘅藥物更加有效呢？心理上覺得係。有特效呢兩個字應該就勁過你普通藥啦。未必，有時好眼瞓嘅，我覺得唔係幾好。如果你而家夠鐘食藥，唔記得咗食，過後你先記得，咦咁點算咧？你會點做咧？咪即刻食翻咯。第二日食翻啦，或者係走去藥房問下咯。過後我都會補㗎。咁今次咪唔食咯，咪食翻，下次按翻時間食咯。你覺得可唔可以用牛奶去送藥咧？我冇試過，我最多都係用保理柴，最好係滾水啦。應該唔得嘅，應該都可以嘅，因為都係倒落個胃度，咁有啲胃酸搞埋一齊，應該冇乜大分別嘅。睇嚟今次揾嘅街坊對一啲用藥嘅問題都有啲謬誤啊嚇！不如等我哋一齊問下賽馬會藥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嘅社區藥劑師，揾佢哋幫手糾正市民嘅用藥知識啦。標榜特效嘅藥物一般代表藥性偏強，但係藥性強咗唔代表病人食完之後會快啲好返，亦都唔係每個人嘅體質都適合食特效嘅藥物。服用不當嘅話，有可能引起不必要嘅副作用。所以如果有唔清楚嘅地方，可以過嚟藥健同心社區藥房問下我哋。社區藥劑師會根據病人嘅體質同當下狀況，提供個人化嘅用藥建議。至於如果唔記得咗食藥點算呢？其實唔同藥物都有唔同㗎。一般嚟講，如果喺2個鐘頭內發現自己唔記得咗食藥，係可以補食嘅。如果超過2個鐘頭後先發現呢，就要視乎嗰隻藥每日需要食幾多次。其實送藥都應該要用返清水，清水唔會干擾藥物嘅溶解同吸收，而且可以幫助藥物順利到達腸胃，確保藥物發揮最佳效果。今次唔該晒賽馬會藥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嘅註冊藥劑師詳細解釋。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並且係捐助超過4億1500萬港元，推行為期5年嘅賽馬會藥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。由2024年開始，以先導形式喺多區設立社區藥房，為公眾提供便捷同埋可負擔嘅社區配藥服務，亦都會提供藥物管理服務同埋小病小痛管理服務，並且推廣健康生活同埋安全使用藥物等嘅保健資訊，為大家築起疾病管理嘅第一道防線，從而締造更健康嘅社區。之前我哋都有提及過嘅社區藥劑師，究竟佢嘅詳細工作內容係啲咩呢？同其他唔同範疇工作嘅藥劑師又有冇啲咩唔同呢？下集再話你知啦，拜拜。